人過咗60歲，朝早起身去洗手間，望住鏡入面嗰個滿頭白髮、塊面鬆泡泡嘅阿伯，你個心入面要有本清清楚楚嘅罩。你要承認，屬於我哋嗰個鮮衣怒馬、風流倜儻嘅時代已經翻咗篇啦。呢個時候，如果突然有個女人或者話一個異性對你咁寒問暖、百般殷勤，今日煲個湯俾你，聽日陪你散客步，滿眼都係對你嘅崇拜同中意，你千祈唔好心花怒放住，更加唔好成日以為自己魅力不及當年，又迎嚟咩人生第二春愛情呢家嘢。就同我哋去九龍城街市買海鮮一樣，最講究個時，另當做嘅黃油蟹，嗰個叫肥美甘甜。但係如果過咗季節，啲蟹肉就往往帶住啲別樣嘅味，食落去搞唔好，仲要肚屙。今日我哋就唔講咩風花雪月咯，我哋將呢層窗花紙狠狠咁捅穿佢，講啲實在嘅，講啲殘忍嘅人過60，仲有異性主動行近你，唔理佢表面上講得幾好聽，包裝得幾純潔，搣開嚟游碎咗睇，一般走唔出4個目的。呢4種目的入面，頭2種你要擘大眼睇清楚，後2種你要識得珍惜。如果你而家正沉醉喺所謂嘅黃昏戀入面，或者你身邊有老友記正準備將副棺材本攞晒出嚟俾人，不妨喺留言區先打上人間清醒4個字，幫自己提下神，然後再繼續聽落去。第一種目的最現實最普遍，就係候住你個米缸求財。大家唔好覺得講錢好俗氣，人到咗晚年，錢就係你個膽，就係你嘅尊嚴，就係你病咗嗰陣住到單人病房定係8人病房嘅分別。有啲異性行近，你睇中嘅根本唔係你呢個人，唔係你成面嘅火車軌，而係你辛苦咗大半世人死慳死抵儲翻嚟嗰張長期飯票。當年我喺邵氏嘉禾做電影監製嗰陣，咩光怪陸離嘅嘢未見過。嗰時電影圈入面熱錢多，大家使錢都大手大腳。我識得一位老導演，呢度就唔開名啦，我哋姑且叫佢老王。老王喺80年代嗰陣係風光無限，拍咗幾部賣座嘅戲，賺到盤滿。盤滿後尾年紀大咗，退居二線，老婆又走得早，仔女都喺外國定居，1年半載都唔返嚟一次。老王一個人住喺九龍塘間大屋度，空虛啊，寂寞啊。就喺佢65歲嗰年，唔知喺邊度冇出嚟一個細佢足足20幾年嘅女人。嗰個女人啊，個樣都算麻麻，但把口甜啊，一句一句黃道，滿眼都係對佢當年才華嘅崇拜。老王一下就暈晒大浪，覺得哎呀，呢個世上仲係有明白我嘅紅顏知己嘅開頭。嗰個女人就係陪佢飲下茶，聽佢吹咁。當年喺片場點樣鬧嗰啲大明星，後尾呢，就開始主動去佢屋企幫佢煮飯，煲個老火靚湯，將間屋執到乾乾淨淨。老王覺得呢種日子太疏乾啦，呢啲咪就係神仙眷侶咯。識咗先第3個月，呢個女人就開始有意無意咁提，話自己租嗰間屋環境幾差，話而家啲物價幾貴。老王大手一揮，搬過嚟一齊住。搬入嚟之後，佢就更加將老王到氹氹轉。佢成日掛喺口邊嘅一句話就係：我又唔係貪你啲錢，我係心痛你一個人啫。你啲仔女都喺外國，我唔理你邊個理你。老王一聽個心仲覺得欠咗人哋，對佢越嚟越疏爽。第6個月，女人話想做下小生意，老王二話不說拎咗一筆錢出嚟。第9個月又話屋企老人入院，急住要錢使，老王又俾咗一筆。到咗第2年，佢又話想買個基金理財，回報高。老王嗰陣已經完全被所謂嘅愛情沖昏咗頭腦，覺得橫掂。第時呢啲錢都係留俾佢，而家俾佢管又有咩所謂？結果呢，短短5年時間，老王手頭上嘅現金股票，甚至連九龍塘嗰層樓，都俾嗰個女人透過各種手段，慢慢咁轉走變賣晒。佢簽過幾張自己都冇睇清楚嘅文件，又試過將銀行卡交咗出去，仲差啲喺層樓加咗名。到老王突然中風瞓喺醫院度，急住要攞錢做手術請看護嗰陣，嗰個女人已經連人帶錢消失到冇影無蹤。仔女喺外國趕返嚟報警，但係啲錢早就轉走晒。
追都追唔返。老王最後唯有去住嗰啲條件極差嘅政府老人院，日日望住天花板發牛環，嗰度損失啊，加加埋埋成700-800萬港紙。你以為老王傻咩？佢唔傻，能夠喺電影圈入面跑出嚟嘅人，邊個唔係人精？但點解佢會跌咁大個跤？因為人老咗，個心有貪念，貪圖嗰種俾人仰視、俾人照顧，好似自己仲好年輕、好強大嘅幻覺。嗰個女人提供俾佢嘅就係一種極高昂嘅情緒價值，佢將你捧到高一高，等你覺得你仲係當年嗰個叱咤風雲嘅大佬，代價就係慢慢咁掏空你副身家。所以各位老友，如果有一個異性突然對你千依百順，特別關心你份退休金有幾多，有幾層樓，啲錢放喺邊間銀行，你個心就要打個大大嘅問號啦。你可以大方咁請佢去食餐好嘅，去頹賓記食隻燒鵝，去福臨門飲餐茶，呢啲都冇問題，使些少錢買個開心。但係只要一涉及到大筆錢嘅借貸投資，甚至改偽裝家名，你必須即刻清醒過嚟，帶實個褲頭。你啲錢只可以用嚟保障你自己嘅晚年生活，用嚟買好茶、買好酒去旅行。如果你身邊都有嗰啲俾人3兩句甜言蜜語就呃晒啲養老錢嘅阿伯，請你喺留言區打個見過，當係幫其他仲發緊夢嘅老友記敲下警鐘啦。呢種目的比第一種多是種多少少隱蔽，亦都更加令人心噏，就係揾個免費看護。講白咗，求照顧到咗60歲之後，我哋呢副機器已經行咗大半個世紀，各種零件都開始老化啦。今日呢度炸，聽日嗰度痛，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炎，排住隊咁殺到埋身。有啲人行近你，其實並唔係圖你有幾多真金白銀，佢可能自己都有退休金，都有屋住。咁佢圖咩呢？佢圖你嘅勞動力，圖你身體仲算硬淨，能夠幫佢做個免費嘅亞四。呢種事喺公園嘅雙體角，喺社區中心嘅活動室入面，簡直係成路都係。我有個好朋友係個退休中學老師，性格特別溫和，成世人冇同人紅過面。老婆前幾年生癌，走咗佢一個人生活。平時中意去維多利亞公園打下太極。喺嗰度佢識咗一個同樣係單身嘅女士。嗰位女士睇落幾有氣質，兩個人開頭就係傾下偈，切磋下太極。開頭嗰位女士表現得特別殷勤體貼，周不時帶啲自己整嘅點心俾佢，仲成日讚佢身體好、脾氣好。後尾呢，女士話自己一個人住，成日頭暈驚，第日搵低喺屋企都冇人知。我呢個朋友心腸軟，一聽就覺得對方好可憐，冇幾耐，兩個人就搭伙過日子啦。本來嘛，老人家搭伙過日子，互相有個照應，都算係好事嚟。點知道呢位女士搬入嚟之後，好家伙，直頭係請咗個高級家傭，佢藉口自己條腰唔可以企得耐，於是買餸煮飯洗碗拖地，呢啲家務全部冧晒落我朋友身上。我朋友本身就血壓高，每日仲要變住花款咁煮清淡3餐俾佢食，呢個都未算完。嗰位女士隔3差5就要去睇醫生，我朋友就要晨咁早走去排隊掛號，樓上樓下咁跑嚟跑去攞藥，攰到氣都喘。仲誇張嘅係嗰位女士個女生咗 BB， 女士心痛個女，竟然將個孫仔接到我朋友屋企，叫我朋友幫手湊流仔。你見過60幾歲嘅阿伯，日頭要服侍一個仲嬌氣過自己嘅老伴，夜晚仲要起身幫人哋個孫沖奶粉嘅未？我朋友第一次覺得唔對路，係有一次佢條腰痛到身唔直，瞓喺床度起唔到身。嗰位女士不但冇問候一句，仲催佢快啲去買餸，話夜晚個女要帶個孫返嚟食飯。嗰一刻佢個心涼咗一大截。佢同我講：蔡生啊，我呢個唔係揾咗個伴，我係幫自己揾咗個活祖宗，免費幫人做長工。後尾佢頂唔順，同仔女商量完之後，揾咗個藉口，話鄉下有啲事，叫嗰位女士搬走咗。雖然有返到一個人生活，但佢同我講，成個人鬆晒，連血壓都穩定返。點解會出現呢種情況？因為人係自私嘅，脫離被害係本能。好多老人家幾大咗，身體大不如前，
又唔想去老人院受委屈，更加唔想拖累自己啲親生仔女，咁點算呢？揾個老實，身體仲算健康嘅。阿伯以拍拖揾老伴嘅名義，將對方箍實，等對方嚟服侍自己，呢啲根本唔叫愛情，呢啲叫請伙計，而且仲係唔出糧唔買保險，嗰種黑心請伙計。真正嘅老伴係互相扶持嘅。我今日條腰痛，你幫我揼下；你聽日感冒，我幫你煲碗粥。嗰啲係建立喺平等體諒嘅基礎上面。如果一段關係令你覺得比一個人生活仲要攰，令你每日好似個陀螺咁轉個不停，連坐一啲飲杯靚茶嘅時間都冇，咁請你即刻指示，唔好覺得唔好意思，唔好怕人哋講閒話。你嘅身體，你剩翻嘅精力，係你安享晚年最後嘅本錢。將呢啲精力用喺自己身上，每日去街市揀啲新鮮食材，幫自己煮餐好嘅，食飽咗去海邊散客步，睇下日落，咁唔爽咩？大家覺得老咗之後係揾個伴重要啲，定係保重自己身體圖個清靜重要啲？覺得保重身體更重要嘅朋友，請喺留言區敲低健康第一4個字。等我哋睇到你哋嘅通透，頭2種目的，求財嘅、求照顧嘅，都係要將你食乾抹淨嘅。但係呢個世上嘅事，又唔可以一竹篙打沉一船人。接下來我要講嘅另外2種目的，相對嚟講冇咁功利，甚至有少少人情味同難得嘅浪漫。第3種目的，講起嚟有啲心噏，但又最實在，就係搭伙食飯，排解寂寞，求陪伴。人到咗60歲之後，唔理係男人定係女人，最大嘅敵人往往唔係窮，亦都唔係病，而係嗰種入骨入髓嘅孤獨。你諗下嗰個畫面，夜晚一個人坐喺客廳睇電視，個遙控單嚟間去，最後停喺新聞台，其實一句都聽唔入耳。半夜起身去廁所，地下滑咗一滑，扶住幅牆企咗半日，個心諗，如果跌低咗，可能到天光都冇人知。仔女各有自己嘅家庭同事業，逢年過節先返嚟食餐飯，平日嗰間屋就剩返你一個人。你朝早5點就醒咗，周圍靜到連一針跌落地都聽得見。你開住個電視，其實都唔係想睇咩節目，就係想聽客人聲，等間屋入面好似有啲人氣。呢個時候如果能夠有個人隔3差5咁陪你飲餐茶，傾下屋企長短，嗰種安慰有幾大啊？呢種行近你嘅異性，佢通常自己都有足夠嘅退休金，有自己嘅地方住，佢唔圖你嘅錢財，亦都唔使你去幫佢做免費。阿4佢就係單純咁覺得，一個人去九龍城食碗雲吞麵，硬係好似有啲能量。我就有一個識咗多年嘅老街坊，人人都叫佢老陳。老陳個老婆走得早，佢一個人過咗10幾年。前2年，佢喺街坊福利會嘅足戰局嗰度識咗一個同樣獨居嘅李姨姨。呢2個人呢，邊個都冇搬去同邊個住，邊個都冇開口提過錢字。佢哋係點相處嘅呢？就係今日老陳去燒酒鋪斬半隻白切雞，拎去李姨姨屋企，2個人炒個菜，飲2杯仔，食餐晚飯。聽日李姨姨煲咗霸王花豬肉湯，用保溫盒裝好，俾老陳送過號。一碗周末嘅時候，2個人約埋一齊去坐天星小輪，去茶樓嗰度叫龍蝦舊，叫龍燒賣。你埋一次單，我埋一次單，分得清清楚楚，但情分又實實在在。老陳入院嗰幾日，李姨姨日日煲湯送去醫院，但人哋冇搬去佢屋企住，更加冇以女主人自居。老陳出院之後，2個人都係各返各嘅屋企，兩邊仔女亦都幾支持話，只要老人家開心，就得佢哋自己話，咁樣最自在。冇財產瓜葛，又唔使睇對方面色，更加唔使為咗些少生活費心入面打鼓。老陳同我講，蔡生，我呢啲唔叫拍拖，呢啲叫攬住取暖。我夜晚如果喺沖涼房跣低咗，起碼知道仲有一個電話可以打。佢如果邊日冇嚟街心公園散步，我亦都知道要去佢屋企拍下門。呢種感情冇後生仔嗰種你我難海誓山盟，佢就似一碗煲得啱啱好火候嘅白粥，睇落平淡無奇，但飲落去暖胃又暖心。呢種目的，我哋不但止唔應該抗拒，
反而應該覺得慶幸，人老咗能夠遇到一個唔貪你錢財唔詐你體力嘅飯腳，傾嘅腳係老天爺賞飯食。如果你身邊都有咁樣一位能夠陪你清清靜靜飲杯茶嘅異性知己，請你喺留言區打上難得2個字，我哋一齊為呢種平平淡淡嘅福氣點個讚。第4種目的咁就真係可遇不可求啦。呢個係一種咩境界呢？就係對方行近，你係因為佢真係明白你嗰個腦幹同靈魂求共鳴。到咗我哋呢個年紀，嗰副臭皮囊早就衰老晒啦，再高級嘅護膚品都擋唔住，嗰啲皺紋再不挺嘅西裝都遮唔住慢慢彎落嚟嘅背脊。如果喺呢個時候仲有一個異性俾你深深吸引住，咁佢睇中嘅絕對唔係你呢副皮囊，而係你個腦入面嘅智慧，係你骨子入面嘅風趣，係你讀過嗰幾本閒書，係你對呢個世界依然保持住嘅熱愛同好奇心。以前我同倪匡老友成日喺埋一齊飲酒傾偈，我哋2個成日感慨，呢個世上好睇嘅皮囊千篇一律，但有趣嘅靈魂真係萬中無一。老下，如果仲可以遇到一個可以同你一齊研究金庸小說入面邊個女拍最可愛，可以同你一齊為咗睇一場60年代嘅老電影而跑勻半個城市嘅異性，嗰種暢快真係冇得頂。佢明白你嘅沉默，知道你嘅固執，甚至連你嗰啲不合時宜嘅市井粗口，佢聽咗都會覺得係真性情，會心一笑。你哋坐喺一齊，哪怕成個下寨都唔講一句話，各自睇住自己手上嗰本書，空氣入面流動住嘅都係舒服同默契。呢種靈魂伴侶就好似傳咗50年嘅頂級普洱，或者係一支絕版嘅單一麥芽威士忌，千金難買。遇到咗係你前世收嚟嘅福氣，遇唔到先係人生嘅常態。千祈唔好去強求。話晒喺呢個紅塵俗世入面打滾咗大半世人，能夠明白自己嘅人都已經寥寥可數，更何況係要求一個冇血緣關係嘅異性嚟明白。你呢，講到呢度，我哋已經將呢4種目的咩鐵抽絲咁踢開喺大家面前，求財嘅、求照顧嘅、求陪伴嘅、求共鳴嘅。咁問題嚟啦，當一個異性笑咪咪咁行到你面前，你點樣先知道佢係抱住邊種目的嚟㗎？人老咗，總唔可以仲好似後生嗰陣咁，憑住一腔熱血就去博人心啩。今日我就將我自己總結嘅一套識人方法教俾大家，唔理你係60歲、70歲定係80歲，呢套方法都啱用。呢套方法我叫佢做3餐飯測試。第一餐帶佢去食大排檔，或者你成日去嗰間茶餐廳，唔好一開始就去嗰啲豪華。到令人驅奔嘅米芝蓮3星，就去一間地道嘅，有翻咁上下歷史嘅粵菜館，或者路邊大排檔上到台，你就靜靜雞睇佢嘅食相，記住食相唔單止夾餸嘅姿勢，更加係一個人內心世界最真實嘅暴露。如果呢個人一坐落嚟就開始嫌3嫌4，嫌張台布污糟，嫌個伙計態度唔好，點菜嗰陣專揀貴嘅嚟點，完全唔理你嘅口味，食嘅時候更加係狼吞虎嚟對眼，仲成日望住下一道菜，食唔晒仲要又食又拎。聽我一句閒，唔理佢個樣有幾合你眼緣，唔理佢平時講嘢有幾好聽，食完呢餐飯嗱嗱聲埋單走人，以後有幾遠避幾遠。呢種人貪婪自私冇分寸。佢行近你，10有8九就係睺住你嘅銀包嚟調翻轉。如果呢個人坐落嚟隨遇而安，大排檔張膠睇佢坐得穩，高級餐廳張梳化佢又唔會唔自在。點菜嗰陣有商有量，識得問下你牙力好唔好，食唔食得辣。面對一碟靚餸，佢食得出入面嘅心思，識得細細品嚟。就算係一碟簡單嘅炒牛河，佢都食得津津有味。對斟茶遞水嘅伙計，佢會客客氣氣咁講聲唔該。咁樣嘅人食相有雅，個心知足，識得睇攏人，同咁樣嘅人來往，就算做唔成靈魂伴侶，做個周末一齊飲茶食飯嘅老友都係極好嘅。第2餐等佢嚟點菜，呢一餐你特登將個餐牌推俾佢，話自己今日冇主意，等佢全權負責。呢個時候你重點睇下，
佢會唔會問你壓力點樣，食唔食得辣，有冇咩唔食得？最近血壓血糖穩唔穩定？如果佢淨係掛住自己點，咩麻辣火鍋俾凍飲，完全唔考慮你嘅身體，咁即係話佢個心入面只有自己。如果佢一邊點一邊揼揼眼有詞咁話，呢個諗啲啱你嗰個太肥豬，我哋唔好要。咁起碼話俾你知，佢個心入面有你嘅位置，識得體貼人。呢一餐飯食嘅係佢個心。第三餐請佢上你屋企，你煮一餐飯俾佢食。呢一餐最關鍵，你睇下佢嚟到之後係好似客人咁坐喺梳化睇電視等食，定係會主動走入廚房幫你洗下菜打個下手？食完之後係拍拍屁股就走人，定係會主動幫你執下碗筷抹下張台？如果佢連扮下客氣都散得扮，咁你就要諗清楚啦。第時真係一齊，呢啲家務係邊個做㗎？如果佢肯搭把手，甚至話你炒餸，我洗碗，咁起碼話俾你知，佢唔係嚟做少奶嘅，而係想同你搭伙過日子。除咗呢三餐飯，我仲要教大家幾個喺飯台上最容易睇穿人嘅小細節。佢會唔會主動埋單或者回請？哪怕只係買杯奶茶，起碼話俾你知，佢唔係只入不出。佢係咪成日喺飯台上打？聽你份退休金，嗰啲樓嗰啲仔女每個月俾幾多家用？如果一餐飯落嚟，呢啲問題問到齊，咁你就要警惕啦。佢係咪好快就暗示想搬入嚟住，想幫你管錢？呢啲說話一出口，基本上就可以判斷佢嘅目的啦。你點評價菜，佢係咪一面嫌棄？如果連你中意食嘅豬腳飯、牛雜麵都睇唔起，咁你哋以後都食唔埋一齊。佢會唔會將食剩嘅打包，話唔好嘥？呢種識得珍惜嘅人，通常過日子都比較實在。大家同意我呢個三餐飯測試嘅，可以喺留言區打個同意，或者你哋有咩更好嘅睇人絕招，都歡迎喺留言區嗰度分享出嚟教下。大家除咗睇人，我哋仲要守住法律同安全呢條底線。到咗呢個年紀，有啲嘢絕對唔可以掂。我喺呢度同大家總結一個防騙三不原則，你哋最好拎支筆記低。第一，唔領證，唔好以為領咗證就有人名正言順咁照顧你陪你。一旦領證，財產繼承、債務供養記微，全部都會變得複雜。萬一對方爭我一身債，或者仔女有9份，你下半世就俾佢拖埋落水。第二，唔俾錢，唔好交出你嘅銀行卡、身份證、紅簿仔，哪怕佢話我幫你保管，唔好輕易借錢俾佢，唔好參與佢講嘅咩投資買保健品做項目，尤其係聽到屋企人病咗急住要錢使，有個穩賺嘅投資機會，呢啲話基本上可以判斷係騙局。第三，唔簽任何文件，唔理對方講得幾好聽，咩我淨係想俾個保障你。你簽個名就得㗎啦，其他唔使理。只要係涉及遺養、物業加名、金融合約、授權委託書嘅，一律唔簽。要簽都必須先揾律師同仔女睇過。如果兩個人真係打算同居，又唔想第時有咩爭拗，咁最好寫返份簡單協議，將生活費點樣出、家務點樣分、病咗邊個負責，萬一走咗點樣處理，都白紙黑字寫清楚。唔好覺得唔好意思。如係將醜話講喺前頭，以後嘅日子先至遇過得清爽。千祈唔好因為幾句我又唔係貪你啲錢就放鬆咗警惕。真正唔貪你錢嘅人，反而唔會急住要你證明啲咩。最後我仲想講幾句心底話，人過咗60，最驚嘅唔係冇錢，亦都唔係病，而係嗰種一個人對住四面抹牆嘅孤獨。好多老人家之所以會俾人呃，唔係因為蠢，係因為太孤單啦。夜晚一個人坐喺客廳度，電視開到鬼咁大聲，但一句都聽唔入。半夜起身去廁所跣咗一跤，扶住幅牆企半日，心諗如果真係跌低咗，可能到天光都冇人知。呢種滋味真係唔好受。所以做仔女嘅，我亦都喺度多講一句，唔好成日鬧阿爸阿媽老糊塗俾人呃，愈鬧老人家就愈唔敢同你哋講。打多個電話，返多幾次屋企食飯，關心多啲，佢哋今日食咗咩，瞓得好唔好？外人就冇咁易乘虛而入。
老人家個心有咗底，先至唔會隨便揸住一條禾蘆草就當救命神。我哋活到咗60歲之後，對感情、對異性，早就應該有一套底線思維啦。唔理人哋係為咗咩目的行近你，你自己個心入面要有一條定海神針。呢條針係咩呢？就係守住你人生最重要嘅3樣嘢：好茶、好酒、好胃口，其他嘅皆係浮雲。你啲錢你要留翻嚟買真正嘅好茶，嗰個係養神嘅；你嘅精力你要留翻嚟品禮真正嘅好酒，嗰個係養心嘅；你嘅身體你要好好揸啱，保持一個好胃口，因為食得落飯先至係人生最大嘅福氣。唔好因為怕孤獨就隨便揾個人嚟將就，更加唔好因為幾句虛無馬隊嘅讚美就將自己晚年嘅安穩日子都搭埋入去。人老咗，最高級嘅浪漫早就唔係咩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更加唔係仲有咩後生女。師奶，阿心明白你嘅風花雪月，最高級嘅浪漫係你自己明白你自己，係你識得喺早市度揀出嗰嚟最肥美嘅五花腩，返屋企幫自己整返碗紅燒肉，係你喺陽光好嘅下晝幫自己沖返老白茶，聽返段經典嘅京劇或者粵曲，能夠有個人陪住你做呢啲嘢，係錦上添花。如果冇你自己一個人做，嗰啲都叫怡然自得，動嘆人間。我哋今次呢段片講得有啲直接，可能督穿咗一啲老友記心入面嗰啲靚靚嘅粉紅泡泡，但忠言逆耳，呢啲都係大半世人睇盡人情冷暖總結出嚟嘅老實話。最後我想請大家喺留言區傾下，你遇到嘅係邊一種？係 A 求財、B 求照顧、C 求陪伴，定係 D 求共鳴？或者你身邊有冇嗰啲正在行桃花運嘅老友？唔好收收埋埋，將呢條片轉發分享俾你啲老友記等，大家都醒下神，可能你一次轉發就可以救翻一個老朋友嘅養老錢。好啦，今日嘅閒話就講到呢度，祝大家都可以守住自己嘅好胃口，我哋下期再見。